第50章第1節。約瑟拍佇伊的老爸的面啼哭，浸伊。約瑟吩咐侍候伊的醫生用香料灌伊的老爸，醫生就用香料灌以色列。灌神師定着會立着40日，迄個40日滿，閣埃及人為伊啼哭70日，為着伊啼哭的日已經過。約瑟對法老家內的人講：我若佇恁的面前得到恩典，請恁通知法老，甲伊講，我的老爸甲我咒詛，講我要死啦，你著將我埋葬佇迦南地，佇我為本身所掘的墓。但求你准我上去埋葬我的老爸，然後我要倒轉來。法老講：你通上去埋葬你的老爸，照伊所教你咒的紙。對安尼，約瑟上去埋葬伊的老爸，甲伊三甲上去的有法老的眾人臣，甲法老家內的長老，甲埃及國眾長老，閣有約瑟全家甲伊遐兄弟，以及伊的老爸的家眷。只有因的囡仔甲羊群、牛群，攏留佇高山地，閣有車甲騎馬的，迄陣的人不止多。第10節。因到約旦河外亞達的五角場，就佇遐大啼哭、大哀傷。約瑟為着老爸悲哀7日。迦南地徛起的百姓看見亞達五角場的啼哭，就講這是埃及人一場的大啼哭，因為安尼，迄個地名叫阿伯密西，是佇約旦河外。雅各遐個囝就照老爸所吩咐的，甲伊做。遐個囝將伊運到迦南地，埋葬佇萬里的頭前，麥比拉產年的血。迄個血甲田是亞伯拉罕對迄人以弗倫買做業，來做墓地的。約瑟埋葬因老爸以後，就甲眾兄弟以及一切甲伊上去埋葬因老爸的人，攏倒轉埃及。約瑟遐個兄看因老爸已經死，就講：檢查約瑟要挽回咱，照咱前款待伊攏總會歹，一盡報應咱。因就託人去見約瑟，講：你的老爸未死的大聲，吩咐講：恁著對約瑟安尼講，前你這個兄歹款待你，求你赦免因的過失甲罪惡，但求你赦免你的老爸的上帝的奴僕的過失。因對約瑟講這個話，約瑟就啼哭。伊這個兄閣來拍佇伊面前講：原是你的奴僕。約瑟甲因講：毋免驚，我檢退上帝嘛。第20節。前恁的意思是歹，總是上帝的意思是好，要保全濟濟人的性命，親像今仔日。但恁毋免驚，我要養飼恁甲恁的囝兒。對安尼。約瑟用親愛的話安慰因。約瑟甲因老爸的家眷攏踮埃及。約瑟食110歲。約瑟得到看見以法蓮第3代的孫瑪拿西的孫瑪吉的囝約瑟也抱因佇骹頭有。約瑟對伊的兄弟講：我要死啦！總是上帝的確看顧恁，帶恁對這所在上去，到伊咒詛應允予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約瑟甲以色列的子孫咒詛講：上帝的確照顧恁，恁著將我的骨頭運上去。約瑟死，愈啊110歲，人用香料甲伊灌，將伊收落棺，停佇埃及。